中山火炬博愛七路隔籬嘅自建房，3層樓194方，5房3衛。正門出嚟係大概50方嘅花園啦。來到後門係車庫嘅出入口啊。前後嘅花園係連通嘅。來到1樓嘅客廳、餐廳都夠闊落，親朋好友過來擺幾圍冇問題。螺旋轉嘅樓梯有些少高級喎。來到2樓嘅客廳都做咗一個房間。2樓露台嘅陽光房做個茶室，又可以飲茶吹水啦。來到3樓做咗3個房間啦，第1個房間、第2個房間、第3個房間。仲有一個屎坑啦。4樓天台要搞啲咩？由你話事啦。